闽南语连续剧《醉心恋》。心所爱。你是咧喙齿疼哟，爱个遮歹听。有啊，真无聊呢。啊，无聊煞袂晓出去外口行行的，看有啥物头路通做无？咱啊，有啊，免有出啊。啊，像咱庄仔内人讲的安尼啊，我娶一个某遐才情，我做人免讲嘛亲尔。啊，徛咧遮倒咧放就好啊，你有烦恼？你若有才调安尼想吼就好啊，甘愿互某饲一世人哦，唔惊人讲赢话，我颠倒放心啦。你若甲秋金仔较同心的哦，秋金仔会照顾你一世人，伊袂怨叹嘿，有啊，啊，互你讲了到地，我一点仔查某囝气概都无安尼。好啦好啦，互某饲就某饲啊，这个皮皮食到老钱嘛袂歹啊。阿妹姊妹，水仙啊！阿水啊，安尼会遮罕行啊？啊，你某较好无？啊，有啦有啦，多谢你哦。这两只鸡啦，淡薄仔意思啦吼。啊，这红包收起来。无咯，啊，你摕红包要创啥啦？但恁秋金啊，是阮的大温情人。迄天若无伊安尼挑海的一个会吼，互阮牵的，阮囡仔即满都无老母啊。啊，这温情遮尔大，准讲要报答嘛报答袂完。无安尼啦，这两只鸡甲这个红包，你一定爱甲收起来。啊，无咯，这红包我袂晓收啦。啊，无安尼，鸡我甲你收起来啦吼。啊，等秋金啊唔收，啊你也唔收，啊我等这是要拄互什么人啦？啊，翠仙啊！翠仙啊，这是恁某的拼命温情，无你收起来用啦，吼。翠仙啊，娶到一个好某，看下三个天公主，你安尼娶会到秋金啊，你是有够福气哦。歹势，无我先去咧，我先来走吼。阿妹姐，等下啦。恁爸无迄个福气通开你这钱。恁爸嘛无迄个口通孝过你这鸡啦。翠仙啊，你我来走。算了。好未来较紧的啦。
想遐久啦，啊，着白的2粒，青的1粒，红的1粒，黄的1粒，啊，总共才5粒料啊，尔，你想甲遐尼久？若是安尼，你敢知影你啥物毛病？知啊，啊，着头壳戆戆啊，啊，躯来爬起来，哇，天全金条，啊，尾衫无半条，就是安尼哦。啊，但你的土牛啊是还会画偌久啦？哎，我是无啥物时间咧踮遮咧甲你涂呢。啊，你若毋知吼，你规去问秋金仔啦，迄秋金仔比你较内行咧。秋金仔，你去包药仔互我啦。啊，叫我进，听医生的话，莫你过来啦。哎呦，迄同款的药仔食1年外，我无内行，算比我较内行啦。阿姨哎，进步讲了对无？对，你讲了足对的，你上内行的。阿姨啊，迄进步甲你讲吼，你吼千万毋好甲迄母羊啊来往啦，迄母羊啊坎安尼生。我甲你讲吼，你若咧献价翁哦，进步甲你介绍，咱迄轮仔尾吼，嘿有一个开铁工厂的头家仔囝，哎呦，人是生得我缘投，啊厝的阁好业，你若来介意哦，我透动的。我甲你讲吼，咱若要嫁翁吼，就爱上好真啦，迄毋通像手机妈安尼生啦，迄到时灾苦就袂赴啊啦，你知无？啊，手机妈，歹势啦，我毋是讲你啦，我是比如尔啦。我无啥时间啊吼，我要来田咧做事啦。嘿，歹势啊！啊，小姐，咱要去药的啦。有哦，啊你规去甲包包的，我翻头才过来摕啦，吼。要开什么药啊？以后扣诊嘛，莫互伊乌白食药啊！我要详细甲检查者。我来挂号。今仔日穿遐水，是要互谁人看？呀，行，咱出去行行咧，互医生吼专心看病。对，咱来去散步。其实，你逐工保持这款轻松的心情，对你的病应该会真有帮助才对。哦，你最近敢也阁有偷食药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不准偷食药啊，知无？我替你检查一下。起来啦，起来食饭啦。啊，毋食饭是要做仙后啦。早到要死，搁食咯，这是仙啦。莫安尼为着别人讲几句仔话，啊，着家己咧糟蹋家己，安尼敢有价值？母啊，我知影你真疼我啦，自细汉到今嘛，啥物代志拢甲我安排好好。啊，毋过带手机仔即单代志哦，有较勉强啦。老实讲哦，我对你有不满。当初是你也凊彩甲我带一个哦，而且咱即摆日子过得嘛真爽快。讲则是咧讲，较早我若拍手机仔、骂手机仔，你拢袂讲安怎呢？即摆为着要挽伊的心啦，讲话着爱轻声细碎，袂忙袂克着，安怎？你讲金仔哦？无啊，啊你安尼是安怎？是要搁对手机仔安怎心啦？
我是无要安怎的。我是希望讲哦，以后厝内面的代志哦，你拢莫插啦，交我做主啦，我家己有拍算伫的啦。好啦，较无规矩吼，我手头拢放放互你，安尼好无？你讲的哦。来坐啦。我专工来甲你讲，迄卖餐地代志吼，唔免搁再等啊，我随时会甲你处理。啊，你毋是甲我讲哦，搁等一2年啊，这价钱会较好。哎哟，迄是大家伫咧摇的啦，但会准袂准也无人知影啦。即句吼，有人出足好的介绍要甲你买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你千万唔通叫失去呢。哎哟，放心啦，我袂骗你啦。嘿，水生啊，你即摆是咧食伫当时的啦？你别讲我嘢，我做老兵啊。卖餐地代志啊，迄买主吼，我已经甲你找好啊，可免偌久吼，伊甲手机啊，就要做市内人啊哦。你是咧讲啥？什么事啊？母啊，你当时个土地，哪无甲我参详一下？免参详啦，恁母啊，都已经决定好啊。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呢，唔通搁再拖啊！迄计较吼，我保证会当互你足满意的。阿母，啥意思？要卖唔卖吼，互你家己注意就好啦，我也袂管啦。阿碧啊，你毋是拢讲好啊？哪安尼啦？水生啊，恁母啊已经决定啊啦吼，即摆吼咱。啥意思？你卖卖卖？香儿啊，阿克进来。你在笑啥？看你安尼装甲水水，啊讲话阁轻声细说。哦，是毋是爱着娶律师啊？是毋是爱你管？这卫生室是我的管区呢。哦，啊你要爱伊，当然是爱经过我的同意。来，报名费。我爱查你啊啦，我要转去。蔡医师，蔡医师，是有啥物代志？蔡医师，春仔要转去啊啦，啊你毋是要转有车所，是煞吼，甲春仔送转厝。好啊。秀英啊，我是想讲，我既然住伫遮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按是我想要开放门诊，你的时间我就配合。暗时门诊，我恐惊的。无要紧，这只不过是我初步的想法。等我若研究了较详细的时阵，我再甲你参详。好，我来。蔡医师，先哥，你要出去啊？好佳哉！我另外这买2粒尔，啊，因阿弟啊，对我无够分。那，兄啊，你看，蔡医师甲春暖是毋是真速配一对？敢会？一定会。真多谢哦。
你讲啥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捌救我，我一直无机会当面甲你说多谢啦。救人本来就是做医生应该做的责任，并袂遐尼客气。对啦，较早对你无了解，讲话无礼貌的所在，我应该甲你回息咧才对。我知咧，刚刚你认为我已经改变啦，你是一个千金小姐。王小姐，真歹势，我对你的印象，赶快无个改变。你真老实的，啊，毋过无要紧啦，我会改变我家己，互你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。好啦，无你送我到遮就好啊。后摆别叫我王小姐啦，叫我春暖。疼的心无理由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受抓。家己婆我甲亲是要创啥？哼，阿母即摆手头放我看啦，即摆这厝内面哦，恁爸上大啦。安尼真好啊！好啊，要哪会好？阿母伫咧客厅咧等你，我有要甲你讲。是讲咧写啥物？刚就咧写。秋金啊，自你入阮家的门，我就一直拢甲你当做敢若甲嫂囝共款看待。逐项代志，我拢互你家己顺你的意思去做。我知啦，阿母，我真感激你。也毋过我感觉讲，凡说我安尼做，敢若毋对呢。所以为明仔载开始，我要甲你当做新妇看待。我毋管你卫生习有偌无用，你转来到厝内面，你就爱甲我煮三顿。厝内面的工课一项我都袂甲你斗做，你家己就爱按算学好，知无？我知啦。蔡医师问我讲，暗时啊若开门诊，我时间上会当配合，互我真为难。因为我知影水生啊甲阿母并袂答应我去。事实上，我心内真想要答应蔡医生，就算讲24小时，等要卫生室我也甘愿。你家己看，看这盐味素是毋是还佫有？啊，豆油剩一半，是毋是还佫买？啊，还佫有假醋无？啊，冰箱剩偌济菜？这个鼎位啊，拢放伫咧倒位？你家己注意看一下啊。佫一项你都爱会记的，这逐支菜刀。拢互水箱啊无较来，你若要用的时阵吼，家己就较细腻咧。千百万项啦，一时就要甲你交代互清楚嘛，无法度。
道你若有遇到困难，或者是袂晓的，我才甲你讲。好啦，我也足忝的啊，我先来困吼。阿母，啊买菜钱你甲送摕。吼，甲水星仔摕啊，我手头拢放互伊。阿母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，敢会使甲我讲？做你问啊，以前我洗衫、煮衫顿、做厝内底代志，你拢无爱我做。啊，即摆是安怎？忽然间所有代志拢交我做，是毋是我有啥物所在做毋对，惹你生气？你拢无做啥物毋对，我是干那做你应该爱做的工课，即马放限你做尔。